香港的8月依舊悶熱，空氣裡裹着海風特有的鹹濕與粘稠，狗仔隊的鏡頭卻比這天氣更顯焦灼。一則關於謝霆鋒拒付撫養費的傳聞，像投進肺油裡的一滴水，瞬間在兩岸三地的網絡輿論場炸開了鍋。緊接着，像柏之三胎兒子徐武勝的舊事被重新翻炒，甚至被冠以羞辱謝家的驚悚標題。而更揮劇性的是，隨着像柏之近來因身形變化屢次被傳懷第四胎，一條更具挑釁意味的猜想開始在評論區滋生。若那傳說中可能降臨的四胎千金也堅持徐武勝，謝家是否會徹底撕破臉皮，上演一場豪門奪勝大戰？在這場看似關於姓氏與金錢的喧囂裡，宮中的窺私欲與道德審判被推至極致。然而，當我們試圖穿透那些模糊的街拍圖和預言不揚的港媒報時，觸及的畫虎並非是簡單的非黑即白，而是一段早已結束的婚姻在漫長歲月後，依然無法擺脫被圍觀、被肢解、被強行續寫劇本的宿命。離婚12載，謝霆鋒與像柏之早已在各自的人生軌道上駛出了很遠，但輿論的漩渦卻固執地將他們一次次拉回原點，用舊賬本和新假設編織着永不完裂的連續劇。這出非理，真相往往是最不重要的那個角色，情緒如立場取代了事實，成為主導輿論走向的隱形推手。把時鐘撥回2018年，那是一個同樣燥熱的年末。當像柏之的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曬出一張他懷抱嬰人的卡通照片，並配文滿月之喜、平安快樂時，整個華語娛樂圈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這位早已淡出熒幕多年的單親媽媽，毫無徵兆地宣布了自己第3個兒子的誕生。消息一出，關於父親身份的猜測如同退韁的野馬，在網絡上狂奔了整整1個月。從新加坡富商到納地房地產大佬，甚至有人把目光重新投向了那個他生命中繞不開的名字——謝霆鋒。儘管彼時謝霆鋒與王菲的復合戀情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兩人在北京的公寓裡過着低調而穩定的生活，但輿論依然執拗地將這對前夫妻強行捆綁在一起，仿佛他們的人生除了彼此再無其他敘事。像柏之始終未對生父身份吐露半個字。近在出生證明被媒體曝光後，人們才驚訝地發現，這個孩子的全名叫張禮成，英文名 Marcus， 父親一欄是刺眼的空白。跟隨母姓張這一事實，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被解構出了多重意味。有人稱讚她獨立果敢，是新時代女性對父權傳統的無聲反抗；也有人冷嘲熱諷，認為這是她對謝霆鋒及其家族的一種懲罰性姿態。是在用孩子的姓氏向整個謝家宣示某種勝利或報復。這種解讀在隨後的數年裡不斷發酵，但凡謝霆鋒在公開場合談及家庭或子女，網絡上總會出現別忘了你船有個3兒子或連姓都不跟你姓，你船管不管之類的尖銳評論。事實上，謝霆鋒在馬吉出生後近1週就通過經紀人霍文希向媒體發布過正式聲明，字裡行間透着急切與無奈。我在此鄭重澄清，本人謝霆鋒並非張柏之3子之父，我目前只是 Lucas 和 Quintus 的爸爸。對於外間不實報道，保留法律追究權利。這番表態乾脆利落，幾乎不留任何曖昧餘地。但從那一刻起，謝霆鋒拒付撫養費的謠言便如同一顆頑固的種子，在互聯網的土壤裡生了根。初時只是零星網友在論壇發帖質疑，說既然不是親生父親，自然沒有法律義務支付撫養費。但作為前夫和前2個孩子的爸爸，眼睜睜看着前妻獨自養3個孩子，是否顯得太過冷血？這種道德綁架式的邏輯漸漸匯成一股洪流，以至於每隔幾個月就會有一家自媒體重新翻炒謝霆鋒拒絕為像柏之3子買單的話題，配上幾張謝霆鋒在商業活動上意氣風發的照片，與像柏之被拍到素顏接送孩子的憔悴面容形成強烈對比，以此收割一波流量。關於撫養費的爭論，其實從來都不止於那3子。謝霆鋒與像柏之離婚時，2個大兒子 Lucas 和 Quintus 的撫養權歸女方，但謝霆鋒每月支付的撫養費數額據說高達數百萬港幣。
港媒曾詳細梳理過這筆賬目，除了固定的生活費，船包括兩個孩子在香港國際學校的學費、課外人趣班的費用、每年假期的海外旅行開銷，以及一筆專門注入他們名下教育基金的長期儲備。有知情人爆料，謝霆鋒甚至將自己在淺水灣的一處價值過億的豪宅過戶給了張柏芝，作為兩個兒子生活環境的保障。然而這些數字從未得到過雙方當事人的官方確認，加之港媒一貫喜歡誇大其詞或模糊信息來源，公眾所看到的其實是一幅經過無數次修飾的財務拼圖。最弔詭的是，同一組數據在不同的媒體筆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列論。有的報道稱讚謝霆鋒大氣慷慨，即使婚姻結束也對孩子負責到底。另一些則指出他每年支付給兩個兒子的撫養費船不及他送給王菲一件珠寶的價值，以此暗諷他的偏心與薄情。這種兩極分化的敘事，恰恰折射出當代輿論場對男性角色的一種分裂期待，既希望他像個傳統大家長一樣不論金錢、不離不棄，又要求他在感情結束後徹底切割，不留後患。謝霆鋒恰好站在這個夾縫中，無論他做什麼，總有人能找到批評的角度。而在另一邊，張柏芝從未在公開場合對撫養費或前夫有過任何微詞。即便在2019年自己被曝出在片場暈倒、累到需要住院的消息時，他面對媒體的第一句話依然是我很好，孩子們也很好。他偶爾會在社交媒體上曬出 Lucas 和 Quintus 的成長瞬間，比如大兒子 Lucas 被他留在懷裡時已經比他高出一個頭，而兒子 Quintus 調皮地對着鏡頭做鬼臉，而那個備受爭議的小兒子 Marcus 則幾乎從未露過正臉，只有一些小手的特寫或背影。張柏芝對三個孩子的保護近乎偏執，尤其是對三子生父身份的沉默，被苦多人解讀為一種超越八卦範疇的母性堅守。在離婚後的10餘年裡，張柏芝幾乎是靠一己之力扛起了三個孩子的日常生活。他推掉了大量需要在橫店或北京常駐的劇集拍攝，選擇接一些綜藝通告或商業站台，因為這類工作週期短、時間靈活，方便他隨時返回香港照顧孩子。有人算過一筆賬，如果張柏芝在離婚後沒有大幅縮減演藝工作，他這10年的收入至少可以翻3倍。但他顯然將孩子的陪伴排在了事業的前面。這種取捨在傳統觀念裡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母親天職，一旦放到謝霆鋒身上，卻成了喪偶式育人的典型案例。儘管後者在商業帝國和音樂創作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輿論的秤桿上，事業的砝碼似乎永遠壓不過家庭陪伴的缺失。正是在這種情緒積累下，除母性這個行為被推到了風暴眼。當張柏芝讓馬嘅勝仗的時候，很多人第一時間聯想到的是他對謝霆鋒及其父親謝賢的挑釁。謝賢是香港娛樂圈德高望重的前輩，一生風流倜儻，但內心深處對家族血脈和姓氏傳承有着相當傳統的執念。他曾在某次綜藝訪談中談及信子時滿臉慈愛，但當主持人試探性地問起那個隨母姓的小信子時，謝賢的臉色明顯沉了一下，隨即擺擺手說別人的事我不評論。這個細微的表情變化被媒體無限放大，成了謝家對此耿耿於懷的鐵證。隨後更有人翻出謝霆鋒早年接受採訪時說過的一句話：我希望我的孩子能跟着我姓謝，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這番話本來只是他在談及未來家庭規劃時的隨口之言，但在三胎隨母姓的語境下被重新挖出，獨時成了謝家被羞辱的實錘。網絡上的激憤聲音此起彼伏，有人指責張柏芝故意讓謝家難堪，有人反唱孩子是他生的，他愛姓什麼姓什麼，跟謝家有什麼關係？兩派觀點在微博、抖音、小紅書等平台全面開戰。每一次張柏芝或謝霆鋒有任何動態，評論區都會瞬間變成性別對立與宗族觀念的戰場。而四胎千金的傳聞，則像是一把丟進這個火藥桶裡的火柴。其實張柏芝懷4胎的消息最早始於2023年初，當時有網友在機場拍到她的照片，發現她小腹微隆，衣着寬鬆，隨即在論壇發帖猜測。
此後每隔幾個月，這種猜測就會因一組新的街拍圖而捲土重來。像柏茲本人曾在2024年的一檔綜藝裏半開玩笑地回應過：我確實很喜歡小朋友，但3個已經夠我忙了。再說我年紀也不小了，大家放過我吧。這番表態被部分粉絲解讀為間接否認，但仍有不少人堅信他是在欲及彌彰。理由是他的身材變化太過明顯，且多次被拍到出入婦產醫院。媒體索性順水推舟，開始大篇幅討論，如果第4胎真的是個女人，像柏茲會不會讓她繼續性像這個假設性命題。更有激進的網友直接斷言，像柏茲如果真的生下女人且依然冠以張姓，那將是對謝家最徹底的羞辱。因為謝霆鋒和王菲沒有孩子，謝家的血脈傳承落到了謝霆鋒2個兒子身上，但如果連這2個兒子將來也可能改姓張的話，這種離譜的猜想竟然真的有人認真討論，謝賢和謝霆鋒父子必然忍無可忍，到時必將翻臉。這個所謂的翻臉，在輿論的想象中有着無數種版本。有人預測謝霆鋒會提起訴訟，要求更改2個大兒子的姓氏，以擁護謝家的尊嚴。有人認為他會徹底切斷如像柏茲的一切經濟往來，連現有的撫養費都暫停支付。船有人偏排出謝賢親自出面約談像柏茲，用江湖老派的方式解決家務事的橋段。這些劇本無一例外地充滿了戲劇衝突和情感張力，仿佛謝像2家人每天都在摩拳擦掌，只等一個姓氏作為導火索。但事實真的如此嗎？我們不妨冷靜地翻看過去10年的記錄，謝霆鋒從未在任何公開場合指責過像柏茲的教育方式或撫養安排。即便在被記者圍堵追問馬嘅生父時，他也只是禮貌而堅定地重複那句我是 Lucas 和 Quintus 的爸爸。謝賢雖然對媒體提及小信子時避而不談，但每年 Lucas 和 Quintus 生日時，他都會準時出現在將柏茲曬出的家庭聚會照片裏。老爺子留着2個信子，笑得眼睛米成一條縫，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騙不了人。如果真的存在所謂的姓氏羞辱，謝賢完全可以選擇冷處理或乾脆不露面，但他沒有。像柏茲也從來不在孩子面前談論謝家的不是，他對 Lucas 和 Quintus 灌輸的理念是你們的爸爸很優秀，你們要為他驕傲。這種教育姿態如果是一個心懷怨罪的母親，是絕對裝不出來的。事實上，在一段破碎的婚姻之後，能夠擁持如此體面的共同育人模式，本身已經是一種難得的成熟。謝霆鋒和像柏茲都明白，真正重要的從來不是孩子跟誰姓，而是他們能否在健康、安定的環境中長大。Lucas 如今已經年滿18歲，有媒體拍到他自己開車帶着弟弟 Quintus 去超市購物，兄弟倆有說有笑，身高和長相都完美繼承了父母的優點。而 Marcus 也已經上了小學，據說在學校裏性格開朗，最喜歡畫畫和唱歌。有一次將柏茲在採訪中不經意地提到 Marcus 看完他的一場舞台演出後，仰着小臉認真地說：媽媽，我以後也要在台上唱歌給大家聽。那一刻的張柏茲眼裏有淚光，他或苦想起了20年前那個在紅館舞台上摔給他的少年，那個少年如今成了他大兒子的父親，但他早已釋然，他剩下的全部心意就是讓3個孩子都能自由地追逐他們自己的夢。姓氏和撫養費在這些具體而微的母愛時刻面前，顯得多麼蒼白和微不足道，但宮中似乎永遠無法滿足於這種平淡的真相。我們需要的永遠是豪門恩怨、前任護師家族奪勝這樣的強情節，因為只有這樣的敘事才能填滿茶餘飯後的談資，才能讓點讚和評論的數據一路飆升。於是每一條關於張柏茲身材的街拍都成了4胎鐵證，每一句謝霆鋒關於家庭的隻言片語都被拆解重組，用來佐證他對謝姓傳承的執念。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編故事行為，其實早已偏離了當事人的真實生活，變成了一種全民參與的虛構寫作。最諷刺的是，在這場寫作中，最被忽視的就是那2個已經長大成人的男孩 Lucas 和 Quintus。他們擁有自己的社交圈、自己的審美、自己對父母關係的理解，
他們不是活在狗仔鏡頭裡的符號，也不是用以支撐這家血脈的工具。如果他們有一天決定自己改姓，或者決定保持現狀，那都是他們作為獨立個體應有的權利，而不是家族戰爭的延續。至於那個至今仍被無數人追問的馬嘅生父之謎，其實答案已經不重要了。像柏茲選擇沉默，就說明他希望將這段故事的知情權保留給自己和那個男人。宮中的窺探除了滿足獵奇慾，對孩子的成長百害而無一利。每當我們津津樂道地討論羞辱這家奪勝大戰時，我們實際上是在用成人的權力邏輯和宗族觀念去強行解構一個母親最樸素的選擇。他讓孩子隨自己姓，也苦僅僅是因為他獨自熬過了懷孕的嘔吐、生產的劇痛、產後抑鬱的漫長黑夜，以及此後上千個獨自哄睡、餵奶、送孩子上學的清晨和黃昏。這種身體和情感上的巨大投入，難道船不足以賦予他一個決定孩子姓氏的權利嗎？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我們依然死守着孩子天然足於父系家族的鎮舊信條，那才是對現代文明最大的嘲諷。話說回來，謝霆鋒如果真的如某些報道所言拒絕支付撫養費，那自然是站不住腳的道德瑕疵。但現有的公開信息顯示，他一直在履行對兩個親生兒子的經濟義務。至於 Marcus， 法律上他確實沒有責任。將不養別人的孩子等同於冷血無情，是一種過度道德化的綁架。同樣，如果張柏芝未來真的迎來第四胎並依然隨母姓，那也僅僅是他個人和新生兒父親之間的家務事。這家根本沒有立場翻臉，因為一個已經離異的前夫家族，在法律和情理上都無法對一個前妻未來的子女姓氏行使否決權。所謂的翻臉，不過是網民自己在腦海裡排演的一出肥皂劇皮了。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名人離婚後的生活本就充滿了複雜的灰色地帶，外人看到的永遠是冰山一角。謝霆鋒有他自己的情感生活要經營，他對王菲的承諾和對兩個兒子的責任並行不悖。像柏芝也在努力尋找事業與家庭的平衡點，他不願意被任何人、任何家族綁架後半生。將兩個成年人的離婚後關係簡化為恩怨、報復、羞辱等幾個關鍵詞，既是對他們個人成長的輕視，也是對婚姻本質的責化。婚姻可以結束，但父母的身份不會終裂，他們用各自的方式參與着孩子的生命，這本身就是一種值得尊重的努力。當下社交媒體上的每一次聲討和站序，都在無形中加劇着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Lucas 和 Quintus 已經配上網了，他們自早配看到那些關於父親拒付撫養費的標題和母親羞辱這家的論斷。這些文字就像一把把無形的刀，切割的是他們本就因父母離異而比同齡人更敏感的納心。我們作為旁觀者，最該做的就是克制那種替天行道或站序審判的衝動，把空間還給當事人，把安靜留給孩子。八卦是娛樂產業的必然副產品，但八卦不意味着可以拋棄同理心和基本的邏輯判斷。關於那個被熱議的四胎千金，不妨讓子彈再飛一倍人，或者說，讓這個假設永遠停留在假設裡。如果有一天它變成現實，那必然是一個新生命降生的喜訊，而不應該淪為是否羞辱這家的審判台。每一個嚟到世上的孩子都值得被祝福，而不是被當作成年人恩怨的籌碼。我們應該問的是，那個孩子健康嗎？像柏芝的身體狀況好嗎？兩個哥哥是否歡迎新承運的到來？這些問題遠比這家翻不翻臉重要得多。在這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我們習慣了用幾個標籤定義一個人，用一段八卦總列一段人生。但謝霆鋒和像柏芝的故事太過漫長，從世紀初的金童玉女到分道揚鑣後的各自安好，中間夾雜着艷照門的風暴、離婚大戰的拉鋸、復合後的低調、獨自撫養的堅韌，這些都是任何速食八卦無法概括的生命厚度。我們手中的那點碎片化信息，遠不足以支撐起一場跨國審判。是時候放下那種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態了，用成年人的理性去看待兩個成年人的選擇。
既不將一方神化，也不將另一方妖魔化。真正的平和來自於承認世界的複雜性和人性的多面性。謝霆鋒可以是一個成功的商人和偶爾缺席的父親，像柏芝可以是一個全情投入的母親和事業上留有遺憾的女演員。這兩種評價完全可以並存而不互相否定。姓氏糾紛和撫養費爭論不過是這種複雜性的兩個微小注腳。如果我們能跳出非此即彼的對立框架，就會發現謝霆鋒在社交媒體上曬出的美食視頻裡，偶爾會閃現兩個兒子誇他穿藝的聲音，像柏芝的 Vlog 裡，三個孩子擠在一張沙發上倉遙控器的畫面，溫馨得像一幅油畫。這些活生生的日常，才是他們生活的真正底色，遠比我們腦補出來的豪門暗戰更接近真實。說到底，人生不是一場關於姓氏的爭奪戰，也不是關於金錢的算計簿，而是一場關於愛、責任和成長的漫長修行。謝霆鋒和像柏芝都在各自的修行路上走了很遠，他們早已不是當年那個為愛衝動裂婚的年輕人，也不是離婚時互放狠話的怨偶。時間已經把他們打磨成了更沉穩、更通透的中年人。作為旁觀者的我們，為何還要停留在原地，用10年前的目光去審判今天的他們呢？該翻篇的從來都不是謝家或張家，而是我們這些看客心中那份永不滿足的窺視慾和編劇衝動。此刻，窗外的香港依舊車水馬龍，維港的海風吹過半山豪宅的陽台。吹不走的是那些被反覆翻炒的舊聞，但我們至少可以在這個燥熱的8月，給自己和當事人留一份清涼。不必再去追問 Marcus 的生父，不必去假設4胎的姓氏，不必去計算撫養費的金額，更不必去預測謝家何時翻臉。讓一切歸於平靜，讓法律處理法律的事，讓情感回歸情感，讓那個關於4胎千金的無厘頭猜想像一縷海風一樣，吹過就散了吧。在喧囂之外，我們應當銘記，明星也好，普通人也譬，每一個家庭都有其不足為外人道的複雜與溫暖。金錢可以計算，姓氏可以傳承，但唯有那些深夜的陪伴、清晨的早餐、生病時的守候、成長中的鼓勵，才是親情真正的核心。當我們把目光從謝霆鋒父不父展、像柏芝讓不讓姓謝這些表層問題移開，或許才能真正看見兩個已經分開的人依然努力在為共同的孩子撐起一片天。這本身就比任何狗血劇情都更值得尊重。最後，我願以一個普通旁觀者的身份寫下這段理性的收尾。這場關於撫養費與姓氏的輿論風波，說到底是一場集體幻覺的盛宴。我們總以為自己的道德判斷能夠伸張正義，卻忘了正義的尺度首先要尊重隱私和個體選擇權。謝霆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財務安排，像柏芝有權利決定孩子的姓名。只要這些決定在法律框架內且不損害孩子的福祉，外人就沒有資格揮舞道德大棒橫加指責。同樣，媒體和自媒體在追逐流量時，應當守住一條底線，不將未成年人捲入成人的恩怨敘事。Lucas、Quintus 和 Marcus， 他們不是一個姓氏的附屬品，也不是一場撫養費博弈的籌碼，他們是獨立的、有情感、會受傷的人。如果我們真的關心他們，就該停止所有基於臆測的劇情推演，把安靜傳給他們，把思考留給自己。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情緒宣洩的垃圾場。每一句謝家潰翻臉啊這樣的提問，背後都蘊含着對一段複雜關係的粗暴簡化。願我們在下一次敲出類似標題之前，能先停下來想一想，這件事與我何干？我的評論是否會給那個家庭中的孩子帶去困擾？我的好奇是否已經越過了同理心的邊界？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這樣自問，輿論的生態才能真正走向健康與理性。畢竟，這個世界上的故事，絕大部分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爽文，而是帶着無邊和節奏的現實人生。讓我們學會與這種不完美共存，在吃瓜時保留一份溫情，在圍觀時守住一份尊重。這既是對謝霆鋒和像柏芝的成全，也是對我們自己靈魂的一次淨化。